一天上山的路，有树荫，不会很晒，很舒服。哇，这块儿我有点想在这儿躺着晒背。谢谢老板。哦，这不是瀑布的方向，都投这边。好，走吧。国旗。朋友们，你们说一会儿我们沿着走下去可以离开吗？喂，走错了。至少我们到达了山脚。We are the champion。拜拜。